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位12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财政部今年7月指出，2021年时有260户今年收入有超过200万的家庭，却拢免扣到税。讲这拢是用捐钱，也是医药费名义合法来入税金。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认为，这部分应该检讨，扣税嘛要顾到公平原则。民众依法纳税是义务，不过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报告，综合所得超过200万的人，严格所得急速旧历史零的户数，在2021年有260户，第五届高所得对象免缴税。副税署讲，这是新保护大部分列举高额捐赠也是医药费达到免缴税标准。税制部分都是政府定的嘛，那原则上当然会多少觉得不公平嘛，那就希望说所得高多缴点税。我觉得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本来就是收入高的人呢，至少一定会有自己想办法说要去如何做节税的动作。民众意见无同，根据财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2021年综合所得税申报初步核定统计专册，在644万1966申报户内底，所得净额是0，免缴税有305万户。这对象大部分是普通的薪水阶级，也是中低所得家户。进一步观察，综合所得超过200万，严格所得差距是0的户数，2018年急速上升到931户。经过副税署加强核查了后，2019年甲2020年户数有下降。不过，2021年又再度回升到260户。高所得却是免缴税，立法院预算中心认为应该真正检讨，监督符合量能扣税甲公平的原则。达到量能课税、公平课税的原则，就是要从源头来遏制企业他们有些部分的都是为逃漏税的现象逃漏税它自然它的营所税就少缴，他个人的综合所得税也跟着少缴。所得分配的恶化，就代表了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其实会集中在相对的所得比较高的人的家户或是个人的手上。我今天并不是一味的给低所得人一些补助，或者是告诉低所得人说你不用交税，那事实上是要让低所得人想办法能够赚更多的钱。学者认为，对家庭收支调查报告知影，即阵贫富差距较大，政府除了对社会福利政策落手，嘛要想配套的做法，协助低所得的人脱离陷阱，才法度互社会阶级流动，全面共享经济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到，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0月20开始登记，不过那白校到打是球权敲袂出来。前总统马英九、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公开讲因支持全民调，即马国民党嘛徛出来讲赞同，讲了全民调才有法度选出上强的人选。斗阵徛伫舞台上为参选人造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党主席朱立伦早起分别到南部为做为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徛台。严格看到国民党甲民众党连安怎决定正副连选拢也敲袂稳，互前总统马英九、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人坐袂调啊，纷纷讲支持全民调。对着党内同齐化为侯友宜甲朱立伦拢讲会以第5为目标来协商。在政党协调过程当中，国民党也有提出在德国式的一个全民调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讨论。想法都是以全民调的方式，那真正的讨论的重点是3个比，就是有关对比、互比跟占比的问题。朱立伦希望两党合作会再创造台湾民主的新政治，不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也无消息，互基层甲支持者是真着急。另外，早起来到嘉义城隍庙来参拜，煞来过去市场拜票。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对国民党敢若无愿意放弃德国制全民调。郭文铁讲，台湾无使用过这个制度，认为全民调较紧，无了开始动作。马英九前总统对台湾的关心嘛，我想他的逻辑应该也是说，如何在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找出最强的竞选组合。甲国民党以及民众党也伫整合比较，民进党拢准备好啊。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上款也为共党立委参选人徛台，承诺会共同来建设地方。台65线来当来到咱三峡我相信对咱三峡的父老乡亲，对咱土城的父老乡亲，拢有真大的帮忙。2020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也剩9天，最后到底是国民党、民众党合作斗阵对抗民进党的赖清德，也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加上无党籍总统参选人加大名四强对立，外界拢伫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另外一边，郭台铭连署的争议是继续咧飙。
宜兰有一个姓蒋的查甫人，共用一份400块，叫一个超市员工去甲同事甲亲戚朋友收连书书，向伊违反选罢法来调查。伫个南投嘛传出外送人员靠连书书咧趁外劳啊，警方嘛已经甲声称羁押。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个月初二再将连书书送到选委会，验过各地行团出证据。宜兰检方查到前往南洋地区一间连锁超商的头城店搜索，因为传出一名姓蒋的查甫人甲洗出员工以1份400块的对价关系，爱同情甲家属帮忙联署，数量有200份。经过检察官复讯之后，主嫌8人分别以15万元至2万元交保。检方查到拢总搜查10个所在，查扣相关证物甲连续乌西款项28000块，也通知洗出员工等23人到案说明。后手顺线追查，将姓周查甫人拘提到案。检方复审了后，姓周甲洗出查甫人各以15万交保，其他6个人以2万到10万交保，其他人无保请回。那超商业者也强调，严禁工作场所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有违反相关事情，经确认之后，我们也会有内部的一个惩处的一个程序。这个目前所确定的部分，属于员工私下个人个别的一个行为。那南投检方也接到检举，一位姓张外送员以1份200块买连书书，也伫外送员群组答问，爱其他的外送员同齐趁外劳啊。南投检方前往大个所在搜索，超出5份连书书等证物。认为被告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之对联署人贿赂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及必要性，而向法院申请羁押。目前包括树林地检等咧追查，连续正送的小部监视社区不法，北中南也拢传出有买连书书的情况。即马证据继续逼，郭田也表示，官方站点一切合法，也严格禁止对价关系，未因为买冲数量说有违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报纸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金门大桥通车已经满1年，嘛改变在地居民的生活形态。虽然交通有变较利便，有紧急的事情未过因为中隔一片海来阻碍。居民嘛趁到观光财，不过有一好无两好，历史的治安状况嘛开始变歹。过去顺坡的庄仔头不再平静。过来是《中国时报》。疫情了后，国旅大爆发，不过疫情期间，餐饮科的学生实习拢总暂停，佮加上学生普遍认为去做送餐人员做线工会较好赚，所以即马来业界实习的学生是愈来愈少，餐饮业者有法度调度的因素有影是真有限。最后是《自由时报》，艺术人员经过疫情欠人的问题却愈来愈严重。行政院长陈建仁讲，明年有初步规划200亿要来调薪水。健保署嘛表示，会对医检署、放射署、护理署等等非医师的医术人员代薪来调。同款调薪水的问题嘛出现伫咧动物园的保育人员顶悬，因唔但爱顾动物准备食食、摒扫陪运动，动物若破病，搁爱甲送病院饲药啊，代志是有影有够济。不过，因的薪水已经30年拢无调过啊。经过争取，行政院表示，明年开始，保育人员的危险加级会对目前的1800甲2500提高到3000至5000。车马经过分测称重了后，高分装备餐摒扫人下，注意动物健康状况是动物园保育员的日常工作。那动物破病也爱协助兽医看诊饲药啊，就算好太来也爱上班。不过受限政府人事制度，保育员30年唔捌调薪，本身加规项加级就有3万块，和这份梦幻工作渐渐失去吸引力。好像有点太少了，可能大概4万5到5万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现在物价都上涨了，所以3万5基本上。都以台北更不行。保育员工作真辛苦，也有互动物攻击等受伤风险，和民众拢赞同调薪。经过北市保育员认证甲立委关注，行政院表示，保育员危险加级，明年起会为即卖1800至2500提高到3000至5000。所有公立动物园拢适用。保育员认为调薪会当提振士气，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平常除了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之外，还要一些展场的维护啊，或者是很多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动物的迁移，还是说要搬到某个地方，需要很多的劳力跟
体力跟精神。那薪水问题，一个人照顾10至15只动物是较好的照养比例。也不过以寿山动物园为例，受限政府关键配置，一个保育员爱照顾21至22只的动物，工作相对重个有。那想要顾及保育员甲动物的权益，除了调薪，政府恐惊也爱思考安怎增加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来看到以色列拜五又搁发动空袭，炸掉加沙地区真侪间病院，在地上大间的病院上无到13个人死亡，搁有真侪囡仔受伤。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加沙地区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个囡仔遭受战火无情不幸来死亡。建筑物内底乌酥酥，寥寥会当看到医护人员无闲出入，靠着手电照明来救治伤患。以色列继续伫加沙地区展开攻击行动。由哈马斯掌管的加沙卫生部表示，加沙有18间病院、甲40个卫生中心轰炸害也是断电。另外，以军拜五对当地至少3间病院甲4个位的地区空袭，包括加沙上大的医疗机构西法病院。كنا بالطابق الخامس مصابين احنا وقاعدين بالطابق الخامس ما شفنا الا القصيمه بتنزل علينا استشهدت بنت سلفي 因为目前不少病院甲学校是难民的庇护所，空袭造成真侪平民受伤。巴勒斯坦红星国会就表示，西法病院空袭受伤的人多数是儿童，其中2个人性命危急。联合国就烦恼炮火造成当地医疗卫生体系崩盘。以军却指控哈马斯利用医疗机构撤回对以军的攻击，强调以军未攻击病院，也不过若是看到哈马斯分子自病院开火，都会回击。More than 10,800 people have now been killed in Gaza. Almost 70% of them women and children. On average, a child is killed every 10 minutes in Gaza. 另外一方面，过去2日，以军暂时停火，疏散平民，估计有超过10万人向南方退离。另外，以色列也针对10月初7，哈马斯突袭的死亡人数为1400人下修到1200人。以色列表示，真侪尸体无人指认，所以推断是恐怖分子。公视新闻两岸编译。昨10月11，中国去年伫双十日的购物节有超过1条人民票的销售额，不过今年是差真济。有民众就讲，因为平常时电商平台就定定有咧拍折，不一定拢爱客伫即天来买。不过，就外国媒体是认为，今年的业绩真歹，恐惊是代表中国经济继续咧衰微。国家就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而且呢，我们的券。伫报纸伫镜头前一直讲拍拼卖产品，要趁双十一罗汉卡节，互收益更较好。因为今年消费者恐惊无这个兴趣。根据全球前3大顾问公司培温今年的调查，77%的中国民众无考虑伫双十一促销期间增加比平常更较侪消费。甲去年中国伫罗汉卡节比销售额达到1.1条人民票，有天甲地的差别。把原来的价格嘛提高，然后再降下去。我感觉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没买。除了双十一商品拍折无像以前，有一寡中国少年人也表示，即马赚的钱更较少，所以将钱开伫生活必需品。虽然走路又会当看到快递人员无用处理太送货物，商场买物件人却无想的多，网络电商平台买起也无明显的变化。确实没有去年或者前年那么迅猛了。它不是说红利期已过，而是目前电商它已经成为一个日常化的一个习惯了。可能现在抖音啊，然后淘宝这一块，京东就很多，天猫都会有一些很多福利在，就我不需要因为双11然后来就是囤着来买很多东西。双十一购物节是中国电商龙头阿里巴巴伫2009年推出的促销活动，随着网络零售普及，煞渐渐扩大规模。美国之音指出，即卖消费者顾虑真济，显示中国家庭消费落软，过去网络销售加价已经无存在，更加反映中国经济成长继续放慢的情形也未结束。公视新闻两岸编译。转来看国内消息，近一阵仔因为进口两个日期票唔对，产地问题是引起真大争议。即卖台中市市价协会嘛跳出来呼吁，进口鸡肉嘛应该比较国产的猪肉甲牛肉，强制标示产地，唔但爱互消费者食了安心，
嘛要互咱的农民有法度甲进口鸡肉公平来竞争。这间便当店外口清楚标示猪肉来自台湾，另外鸡肉也带着大厂供应的电载 CAS 标示，使用国产的肉品。其实即阵国内只有强制爱标示牛肉甲猪肉，鸡肉无强制爱标示。有店头讲，若政府安尼规定就会遵守。有消费者是认为讲，若有标示是较好。我会配合，我们店家一定都会配合。我会比较选择台湾的，那有标示清楚的话，对我在选择上也会有帮助。这样。前一阵仔进口鸡卵无标示后期，无标示产地，引发争议。台中市饲鸡协会理事长陈佑铁最近伫全国协会会议上提案，鸡卵鸡肉产品应该纳入直接供应饮食场所加供应食品的原产地标示规定。伊讲，进口鸡肉一个月进口23万吨，大约是国产的一半，消费者有知影的权利。消费者他有知的权利，美国来的鸡肉它就是比较便宜，不能跟国产的鸡肉的价格做比较。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标示清楚的话，你会有所谓的混充的问题。伫连锁超市内底有清楚标示，国产土鸡肉600公克159块，美国进口的棒棒腿718公克115块。但有提供清楚标示，只就会使互消费者了解这个介绍品质来做选择。吃过人才法度伫透明的资讯下公平来竞争。还是要照食药署的相关规定来做。我们态度一直都是希望国人多使用国产的农产品啊。对此，食药署回应，依照食安法规定，所有业者所卖包装也有散装的鸡肉，无论是国产甲进口，拢强制要求标示原产地。得到饲鸡协会诉求，食药署要求农业部国产甲进口的鸡肉业者、餐饮工协会这单位来讨论。主要是鼓励业者伫直接供应的饮食场所来标示鸡肉食品的原产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体育消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乐天桃园甲味全龙，昨是拍到第6战。味全龙除了调整打线，搁23岁池玉希，主投7局，彻底封锁对手的攻击，绝地逢生，以2-0逼出第7战。今下暗就要拼最后的输赢。1-0领先。中华职棒总冠军赛11进行第6场，味全龙伫咧天母球场有袂当输的压力，派新生代王牌投手池玉希先发，球速上近157公里，力变个人的纪录。觉得。速球157，再来一个火烫烫的速球，让打者挥棒落空，变成了人体电风扇。池玉希主导7局，伊快速球和对手敢若伫咧遐的网啊拢讲袂着，只敢若朱玉贤讲出一支安打，和台湾的攻势无法度串联，拿创个人上长的先发球速，也封锁对方的打击。因为毕竟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了，那其实在上去的时候，我跟自己讲，毫无保留的去丢每一局，面对每一个打者。不管好与坏，就是把它解决起来。台湾是派投手黄子鹏先发，不过正可惜主投5.2局被攻出7支安打，得2分的自责分。相比乐天桃园0-2输球，加进3球长。Game 7，我们来了！赛后两队拢决定未提前公布先发投手，一直今仔日比赛前才公布，只个希望延续气势，看谁人摕到年度总冠军。到了最后一场就是生死战嘛啊！谁赢谁就上去，当然就是专注，然后到最后一刻。那希望他们明天可以继续保持信心，然后拿下胜利。台湾大赛7场比赛，伫满场球迷期待下，会伫今仔日下昼5点伫天母球场讲最后一战，上尾的机会两队拢全力拼到底。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昆新王平安剑节，一个结合王爷信仰甲柏杨三甲的活动，到当时已经办20档了。昨日最高调是举办祭剑的仪式，才会108档经过法师祈福的剑，要送予现场的民众，摕回去厝内保平安。法师团队对将8档历史的正仔卡严残请来108档盐，应当咧进行祭验仪式。经过法师祈福的盐，提供予民众消灾解厄，得到众神庇护，嘛祈求一年一度台南昆新王平安盐节顺利成功。日月星会普照，有阳光，有好天，安尼当烧呀。咱要用爱去这虔诚请来。
即摆经过这23个法师团众神的加持，咱平安者搁下样，安尼会开当成功。结合王爷信仰，甲在地盐产业的盐祭，已经有20档的历史。10档拢请真侪民众来参加，民众会当摕旗啊、加祈求的愿望，插进盐山来祈求平安。后面的大盐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拿着我们的平安旗帜，把它插到这边，然后可以祈求我们1年的平安顺利。另外，当头戏拔杯比赛，嘛真侪人排队拼福气，被摕冠军奖金168888块。标方指出，估计这个活动会有几万人来参与。那看文化尔，分管处嘛参相关单位设计限定版的平安盐地啊，叫民众排队做体验，因就会送，互民众带回去保平安，实在是有价有价。我们利用少少的时间，虽然说要排1个小时或2个小时，可是它可以得到就是有意义的香火。福袋它里面有盐有符令，可以让孩子出外随身保平安。昆新王平安盐祭对2004年开始，到打办20档，今年伫11、12假期登场，分管处希望会使成功推展永续旅游，嘛期待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为着要展现在地基层文化工作成果，介关关岛168艺术节，今年特别邀请15个乡镇市、13间地方文化馆，甲7团的杰出竞艺团队，互相来交流，望要展现介关在地文化一体力量。室外精彩的布袋戏演出，互台卡的人大家拢进看。煞来阁有舞蹈演奏，室内嘛有工作甲工作坊。在这时，嘉义县的破竹艺术工行邀请县内文化工作团队做伙举办关岛168艺术节。艺术节呢，主要是结合咱在地地方文化馆、跟社造团队，还有各个社区发展协会，每年呢，在这个时候，呈现出咱嘉义县呢上重要的社造的成果展。关岛168艺术节邀请15个乡镇市、13位地方文化馆，阁有9个文化志工团队、32个社区学校团体，那了解地方的文化，嘛和文化团体会当互相交流。还不错啊，小朋友玩得开心啊。由这件的成果来做交流的时候，嘛当看到讲，咱嘉义其他的社区伫做的拍拼，嘛甲每一个社区透过这种艺术的方面，甲变甲更有生命力。嘉义县文管局指出，成果展，互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有机会甲长期的艺术保存甲传承再生，用多元的方式互民众来认捌。希望若增加大家在地意识，嘛会当来加强地方的文化高度。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讲到韩国的 K-pop 流行文化，全世界要重视有影多。就连共产国家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每个月嘛拢会举办韩团唱歌跳舞的比赛。真侪古巴少年人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会当真正去到韩国登台表演。为2001年开始，哈瓦那记录每个月拢会举办韩团舞蹈比赛，互爱跳舞的人有所在跳，甲互相交流。若爱跳韩团舞，真侪人也爱着韩剧，主动去学韩文。古巴甲韩国并无邦交，委托墨西哥南韩大使馆伫当地成立的韩国文化中心，150个语言课程名额，只推出多方唱了了。Pero canción coreanas, no toda, pero mayoría parte por lo menos satisfecha de expresar los jóvenes preocupaciones que piensan que la preocupación del futuro, etcétera, ese alguna manera llegó a cada corazón de los jóvenes。那古巴的韩团迷众，即卖也阁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联合舞步赢得比赛，会当去首尔跳舞的梦想。公司新闻张回斌评论。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国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20度到28度。外岛地区18度到26度，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